新闻头继续先来看关岛附近的热带扰动，上近礼拜会正做今年第24号风台风神，西到北部甲东半部拢会上大雨。那花莲光复乡的灾区也开始准备预防做风台，加强监测马太岸溪水位，嘛要分阶段thiết立基面。 风送系统因为进前浸着水，全部全土山已经无法度使用。花莲光复顶乡镇的灾后复原也搁伫咧进行。如果热带扰动伫即礼拜六会变做风台，中央前情协调所变做紧急应变协调所，昨日开始重点放伫咧风台准备工作，还有风送系统。麦克风测试，麦克风测试。主要目的就是搭一个啊，效果无好啦，后壁我听袂到啊。 村里拢开始收到新的风送系统，不过大同村试了效果无啥好。因那大华村即马只敢装喇叭，因为新的线路加主机也未收到。我毋知顶管到好啊，顶管到好啊，顶管也未连落，也未看来遮啦。总协调官桂连成功，16会全面验证各村的风送系统。花莲县政府也赶紧采买设备补强，除了风送系统。 中央甲地方也拢确定thiết立方案启动的时机点。民众都可以收到啊，都可以收到。另外，我们的村里的广播系统也会广播啊，我们就开始要采取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撤离啊，水位到达1公尺，也就是离河堤我们的堤防1公尺的位置，我们就会启动淹涉湖的警报系统。 桂连城估计thiết立疏散人数是1308人，对随着thiết立执行，将会由观察官一个警消等单位协助村长，确定村民有确实做好防范。另外，中央已经传好9万包的沙包，即马伫灾区的职工无够1000人，16个重点是分沙包，协助民众做防台准备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